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美国100块电管这位 Franken 先生讲过 ，Time is money， 时间就是金钱。不过，恁敢知影一天无同的时间段用台语安怎讲？娃娃 TV 讲台语。日头强要出来啊，差不多要5点的这段时间，咱会甲叫做天尾光。天光日头出来，差不多5-6点的这段时间，咱会甲伊叫做透早。逐工透早，公园地有足侪阿公阿嬷伫遐地运动。时间来到6点到7点，足侪少年朋友爱起床食早顿，准备去上班上课的这段时间，咱会甲伊叫做早起。即马早起足悬，我拢无想要起床。差不多7点到8点，大家开始出门去上班上课的这段时间，咱会甲叫做早时。大家开始上班上课，差不多8点到12点的这段时间，咱会甲叫做下早呀。12点的这个时阵叫做透中昼。老一辈的人认为12点的这个时间是日头上炎的时阵。所以我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公拢会甲我讲，透中昼莫去外口拍走，较免咧等一下着沙。好啊，12点到13点，大家开始歇困食饭的这段时间，咱会甲叫做中昼时。13点到14点的这段时间，咱会甲叫做下昼。14点到15点的这段时间，咱会甲叫做下晡。15点到17点的这段时间，咱会甲叫做下晡时。17点到18点的这段时间，咱会甲叫做下班时，毋是啊，是叫做塞车时，毋是啦。这段时间是叫做黄昏，也是晚暗嘛。18点到19点的这段时间，咱会甲叫做食饭时，好啦，这段时间呢是叫做暗时。19点到20点的这段时间，咱会甲叫做下暗。20点到21点的这段时间，咱会甲叫做下暗时。21点到22点的这段时间，咱会甲叫做半暝，还是半暝。22点到23点的这段时间，咱会甲叫做半暝啊，还是半暝啊。23点到24点的这段时间，咱会甲叫做透半暝，还是透半暝。过24点，咱就会当讲伊翻点。我昨暝看电视看到翻点，天尾光才困。我安尼讲，大家应该就知影我昨暝几点困的啊吼。好，咱时间会当分足悠的，毋过即摆的人无咧插遐济，中昼进前拢是下早呀，中昼以后拢是下晡，日头落山了后就拢是下暗嘛。我嘛袂当讲安尼毋对啦。毋过我也是希望大家会当试看卖啊，伫无共的时间段用无共的词，安尼会加足趣味的哦。好，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想介我影片的话咧，要起赞歌来分享出去，也要订阅观众朋友，也要订阅咧，可不可以先联动安尼，较就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，要支持 Lisa 会员这都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那后一个节目再会。